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栈，哈哈，好听。今日我老大家讲客家人，讲到客家，亲切相对的就系硬硬精神，拳锵锵，板条、炒肉、客家小炒，还有满奶白白地嘅油桐花。天公啊，落水呀！等一下，明真来实在有点奇怪哦。客人，唔係講拼人就嘅客人，有冇講自家係客人呢？我哋客家人一個名字很用嘅來嘅，就對頭擺講意思嘞。替中國早就有辯護齊名嘞，辯什麼護齊什麼齊呢？辯護齊名，沒就會講大啥黑體內政府都清清楚楚，地方地方沒得到平等對待，也就可以多見還有富有名嘅原因呢。但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時，再加上也是會生活不下去。相對的，他聽個行，純愛走去打邊啦。基本嘢，托里斯除了看動畫台灣史以外，對魏晉南北朝、宋元明清看到所有文獻資料地方出現嘅客家，就會講一條冇本事去拍你所黑嘅移民。其實對當地人來講，就係一種稱呼聽聽。故說並唔係單一族群嘅名誒，應該係中國各地隨緣外來移民都做得講係客家。不過一件事情都係19世紀中期就見嚟360度嘅大轉變，又咩轉來係？一群對廣東介應族潮族來嘅人，知道自家係客家人，講嘅話係客家話，下係馬上講客家話，馬上就客家人，耶！我唔講自家係廣東介應族潮族人，我講自家係客家人咯。原來都係因為兩件事，考試是，對，5個字。對待清國建立都見，當到介應族、潮族、匪族來嘅people，搬到廣州收緊兩隻素材，變做客名。這樣時可以考試，係就自家嘅本事報名，佢哋本事嘅人就冇辦法參加考試。故所一條客名，呢度都係功成名就，對其主公，做咗啲乾隆時期，澄清再澄清，希望入當地複習參加科舉考試。在地北上當然期望之唔少，考試名嘅按時唔掉行來搶，驚下子孫一樣嘅神咯。所以客名衝，到地北上就當，唔來搶來就當。19世紀中期，雙方心中的小宇宙終於爆了，以廣東西鋪嘅新能源為中心，影響17實驗，各地採購腳條滿天飛，日常用品呵呵哈嘿，彩禮同客家，雙方展開13年研究嘅宇宙級大械鬥。當然政府並沒喊2千冇做事，上次喊了出來講一下事情啊，一下就來呀。科舉考試做得，大家累歷史好好講啊！故說一條本來嘅人就變人的學習，按樣就做你用心複習來參加考試，沒想到猜啲機密嘅名呀！一擺就看大家嘅本領了，大家講好冇啊？好！還有廣東就以為學習好嘢嘅實天，一直到清朝末年都存在，一啲廣東地區嘅客家需要參加科舉考試，向上晉升嘅機會。不過政府保障嘅學習過後，人都變做一個死皮泡頭。這一條移民，咪就用客家建立出自我文化認同嘅天天族群，還過2年就可以記得清楚有嘅分別方式。除此之外，在各種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作用之下，客家嘅認同還進一步要廣東影響介應族潮族一條素材，使之所有廣東腔中語言嘅人都變作為客家人。一條持續前世嘅客家族群，喺台灣、東南亞甚至係太海地都有。來到台灣嘅就係大家平常談到嘅客家人。至於講到講到呀，其實客家並未移民到台灣過後，相對於好多人在有嘅稱呼，係嘅遍佈全世界嘅族群。嘅台灣嘅客家有乜嘅神奇嘅小故事呢？客棧，哈哈，好點，下一拜再來講了，拜拜。哦，原來客家人跟考試有關係啊！雖然我不是客家人呢，不過自從我開始看客棧以後呢，我每次考試都考100分呢。騙人，哪有這麼厲害？你再說一遍。我每次考試都考100分。亂講，讓專業的來。俺大伯考試都考100分。俺大伯考試都考100分。2分。